即摆各县市拢咧拼经济，台南市进前推出由新名来代言的各种的水手啊、甲饮料，效果真好，真抢市。即摆七夕情人节就要到咯，台南阁来推出着新的产品，邀请台南7大元老联名推出着 QQ 软糖啊，要继续来拼营业业。 粉红色的包装内面底是一粒啊一粒的软糖啊，促成好姻缘。台南文创联名过一摆，选伫农历7夕情人节进前，结合台南市7大元老庙，互你食一喙唔那甜伫嘴内，感情共款甜。这7家月老庙都有它神奇的法宝，那将他们的法宝放在我们的包装设计上，所以你买了这一包知心软糖，其实是有7尊月老来庇佑你的爱情。 台南国际上济文化局脑筋动了紧，唔那门票收入相关的文创产品有够济。专台小学孔庙推出孔子的点心面，延平滚龙树联想出这个马铃薯片，创作话题大家收钱买。107年推出头项商品到即马台南市文化局有够高赚，生意做超过6000万。 台南陆续咧研究创新的商品，比较起来，伫隔壁高雄市注重伫文化园区的整体营运，像布置打造为文创热点了后，加内面的厂商收租金，加上英国领事馆、甲阿摩港文化园区等，拢有外包厂商承租1年租金，就将近1亿。两县市的文化局趁钱的方法完全无同款，不过拢是想尽办法要替地方增加财源。